接下来看一对后生人用来多多嘅实现一个文创事业。好天子嘅五仔们，2年前同朋友共下创业，同商品加入天子元素，增加成功效果。像是在6年嘅世博台湾馆明信片，还个做CC 天子舞台嘅人工诶。一个产品还本医疗业者注意到诶，准备2年发福建嘅高技。也咪鼓励五仔们，因为一路系希望设计出平台，好本使用者对也来发挥更更多嘅创意，丰富商品嘅运用空间。你係一張明信片，看得到新竹世博台灣館嘅貼票形象。另外一片標定新鮮嘅香煙套票，一張明信片含多了香港效果。明信片請基本嘅功能了地擺，當然也要貼片嘅係使用者嘅相含實的留落來，無論係祝福嘅話，亦係佢當時嘅心情。哈嘎天師新年快樂！哈嘎天師新年快樂！聲音才是我們人最大的畫面，因為你想講啊。你比如講，我講一箱把布的好咧，每個人自己都有他自己的畫面。傳統明信片就該畫面係嘛，啊，該畫面，再透過旅行的人下來文字，那比如想講，我邊看畫面加文字，安尼我都啲講，哦，那個東西，他可能他那時候那個旅人的一些想法跟心態，啊，或者他的心境，我來想講，為什麼我們不能錄聲音？你係五隻名團隊親身設計嘅天子產品，明信片是得郵箱，是得留言，完全改變一般人認識嘅明信片。呢項設計新竹郵局也一中意，目前當頭完工。第一條線先讓它進去到底，到底了之後，再弄到平就好了，啊，不要硬壓，因為我怕這兩條線短路到。这个纸板稍微凹一下，有点幅度跑上来，这样子。就以后它对，就让它抽掉。让它抽掉，一抽掉就可以錄音了。35歲嘅吳杰明，大學同研究所讀嘅農藝天子，一到天子公司做過 IC 設計。4年前，佢開始對呢下試行嘅文創有自家嘅想法，同朋友討論了後，決定共下創業。所以2年前，到新竹竹北成立一間文創公司。電子產業呀，總下大家也知道的，然後變新貴嘛，貴者的貴嘛。啊，其實佢獲利變唔好，按顧佢優勢係電子業容易量產，啊，所以我家己跳到文創產業。啊，你文創產業大家也講嘅當很熱門，唔講你當講唔講，我係文創嘅東西，按顧佢東西大部分總下係所謂我感覺啦吼。應該係算係藝術品，因為冇辦法量產，產業一定要量產，所以我就想，我揀電子嘅東西加入落。愛同商品天子化，就係吳杰明對文創界第一個定義。呢個小舞台有人工、有音樂、有講述。各界重要嘅，還是得運用地包嘅天子內容，做無窮款嘅變化。因為我哋要插 SD 卡，所以唔講你係人工，我是玩不同的主題，我只要拿到授權，玩裡面的內容，我任何國家、任何的語言。好，任何的文化我都可以做。也就係因為商品是在做變化，吳杰明同設計嘅東西留一部分俾使用者嘅發揮，安尼商品會有更加多嘅功能。也就係吳杰明對文創嘅定義界，也係挺重要嘅定義。像天子人工舞台，醫療業者看中意，準備做福建嘅輔助工具。有幾間診所跟人配合講，佢講啊，呢啲東西變落去有各個講法，佢相去做醫療的治療的輔具。比如講，佢哋講很多小朋友肌肉萎縮，啊，佢要訓練小朋友去拿東西，啊，這個動作其實你喺一般的輔具係當無聊嘅。對文創有想法同主題，
姐们认为新立的间公司市场应该当家就是得接受。不过，正开始嘅前半年，3届调工人弄到4老半，冇讲成半条生意。9旬可能白天中下接触客人，按不要转来咧，开始做样品。所以当年我公司差不多中下每个员工中下他们2点小，然后一点点小小的肯定，按你发，人家判发讲，这样子可以再往前再走。那这些小小的肯定，说实在话，比如讲有一些，即便是一个消费者，给我买东西，给他讲，你们东西真的很有创意，也好好玩。一句话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热情就出现了。当初大家讲好，天窗爱做出成绩来，所以前半年冇收入，当场也冇乜解。那产品爱完全研发，竟有一套模式，就係愛實際去我幫嘅觀察、推銷，甚至講故，因為安尼能量將士的狀態，將唔愛限制到發電。即便是3个人，我们也是会去做投票。按讲过来的问其他附近自己的朋友讲，这个设计点好不好？按你这样子去贴近人家，让大家都会讲故事，让大家都会行销。除了设计以外，设计如果讲远离行销的话，那个设计可能是不能用的。目前姐們團隊挺驕傲嘅，就係呢個天子舞台，因為已經有無共款產業嘅單位來講愛合作，成立2年嘅公司當到回收當初嘅大餅，而且對文創有無共款看法嘅後生人，也當到用自家嘅天意創造商機。